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0月22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 B 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121 3班1650米，4號馬有財有勢，孭130磅，9檔起步，出閘之後逐步移入內欄，包尾入直路，逐步移到最外追，最後200距離前領馬幾個馬位，衝得好勁，輸俾頭馬3/4馬位，快過標準時間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